较特别哦，因为伊是日本人，这代志我较是较特别的，较特别。你说阿斗伊把他先看啊，你看伊大家有标准无吼？来，下。有在无？较大声一点，好听啊！哦，对吧？对啊，咱这日本评语就要用台语来今仔时，咱若家己表演是不是做到废的代志啊？啊，所以欢迎大家来。